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来了一个黑色星期四，可以说是近期比较大的一个跌幅暴跌沪指一度跌破4000点，虽然尾盘收回来，但是标志着这个4000点保卫战正式打响。这个4000点，我记得去年股民把它称之为叫收费站，来来回回都要收钱。现在恭喜广大的金融消费者，现在又到了收费站。3月19号A 股全天都是震荡下行只有尾盘的时候稍微拉了一下，这中间还启动了金融股像护盘，但是徒劳无功抛盘太多，所以今天是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呈现一个普跌的格局。截至收盘，沪指跌 1.4%， 险守4000点，深成指跌 2%， 创业板指数跌 1.1%， 两市全天成交额 2.1万亿，也就是在这个及格线上面。昨天是2万亿今天稍微多一点。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交投不怎么活跃了，有很多人已经处于观望状态。那今天是广大金融消费者买单的日子消费的日子，4955家下跌，500家上涨，是不是个买单的日子？90%股票都在下跌。可以说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上那炒股的博主恐怕又是哀嚎声一片了。大家记得去年应该有一个叫17连阳是吧？那很多人的这个账户已经回到了17连阳之前了。原因各种各样的，有很多人总结又是这个原因，又是那个原因导致下跌。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对吧？是他目前这个基本面撑不起现在这个行情现在就是沙滩上建高楼。汇丰称中国股市保持韧性。汇丰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 A 股市场可能会保持韧性，受今年经济开局强劲的支撑。他们指出，1到2月份主要活动指标出现反弹，超出汇丰的预期，这得益于强劲的出口、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复苏，以及更长的春节假期。虽然美联储预期只会降息一次，可能会阻碍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导致更多外资流出，但汇丰预计中国市场流动性充裕，得益于共同基金发行量的增加及估计有人民币 3.8万亿存款从银行转入 A 股。这些都是想象中的没有赚钱效应。韭菜的存款怎么可能会流入股市呢？难道让你们去割吗？国家队人家都已经撤出了。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吧，国家队在4100点的时候人家已经撤完了，去年3000点进去的，人家含泪把钱赚了。2024年救市的时候，央行出台了很多政策，优惠政策，什么再贷款是吧？还有什么低息贷款，就是说给你那个利息只有 1%， 干什么呢？这个贷款是大股东或者是什么机构，你可以拿来买股票，大股东增持就为了托底嘛。结果人家是3000点增持的，现在到了4200点，不好意思，也2年到了，对吧？1年也到了，我要还钱了，这钱是借的，低息贷款然后4000点的时候咣当一卖，人家你看钱赚了，把那个央行的利息一还，本金一还，人家大股东还赚钱了，低买高卖，你说你找谁说理去？那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国家允许的，国家鼓励提倡的，你说你找谁说理去？这就是救市国家队资金也是，对吧？那散户天天哭爹喊娘的要救市，好了，人家是咬牙切齿，没办法跑来救市，含泪把钱赚了走了。大股东也是增持的大股东，对不对？他响应号召证监会号召从央行那再贷款那儿贷了一笔钱，把自己家股票一买，低买，现在到了4200，人家一卖赚钱了，也是含泪响应号召。那到底谁赔钱了呢？我就不明白难道是咱们在这围观的人赔了钱吗？这些人把钱赚走了，已经走了，那谁赔了钱？这是个零和博弈这些赌徒执迷不悟，还在那儿指望着这个，对吧？一买一卖实现财富自由，不用上班，躺平，改变阶层，想多了还有里面，对吧？社保基金大家也知道，社保基金年化 8% 的收益，这个是要保证的。社保基金这个量还不小，在胡适里面他也在赚这个钱那到底谁赔了呢？还有量化是不管涨跌人家赚钱，跌人家也赚钱从4000点到时候跌到3000点，量化一样赚钱人家是不会赔钱的。量化是唯一不看业绩的它是交易，根据这个交易这种情绪，对吧？捕捉这个机会，人家不看什么你这个公司业绩好坏，跟人家没关系，指数涨跌没关系。
所以说啊，4000年跌到3000年，量化一样赚钱。那3000年涨到4000年，那量化是赚的是盆满钵满。换方是吧？去年赚了60%啊，这谁赔的钱呢？为什么这些散户他就执迷不悟，他就醒不过来呢？拿着呢自己可怜的，对不对？那个靠血汗钱出卖身体8小时攒的钱，为什么要去送给别人呢？当然了，不能排除啊，有那么1-2个人，极少数人，暂时赚到钱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啊，他暂时赚钱了，他还在里面玩，最终的结局是裤衩子都赔掉了。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我一直说这个市场有问题，这个市场有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地方，对吧？你不可能把你就不值得你把你辛辛苦苦血汗钱拿进去增值，你把你的钱放进去增值，对吧？时间长了你钱就不见了，不仅没有增值，不见了，蒸发了。为什么呢？对吧？今天我看那个刘继鹏发了一个视频，证券专家刘继鹏他说什么呢？说香港有2家证券公司涉嫌内幕交易，香港廉政公署立马下场抓人，而大 A 也有稽查总队，但几乎看不到这些措施。大家也知道这个刘继鹏他是这个叫4000点的叫捍卫者他就认为咱们沪市就应该在4000点以上。现在沪市在4000点以上已经晃到了半年了吧，也没看见经济好起来也没看见沪市好起来。沪市那个丑恶现象，欺诈上市，这个财务造假、虚假陈述、操纵股价、蹭流量、炒概念、蹭热点，这比比皆是对吧？罚单就像雪片一样的每天都有，没有用就是搞到4000点有什么好处了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很危险，风险太大刘继鹏说他说这2天香港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我在节目也介绍过就是香港廉政公署抓了什么这个咱们内地的券商在香港的就是中资券商，据说抓了7-8个人廉政公署直接去进去一搜人就走了，带走。为了什么事呢？实际上就是很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很多都是内地的，这些叫中资股或者叫内地股，这上市公司他们配股就是增发这个消息只要一出他一般的找券商嘛，帮他这个操作这些事情，就是发股票对吧？路演的认购一大堆的，这个券商不就知道这个信息嘛，对吧？券商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一些做空机构，做空机构给他钱，他把这信息第一时间告诉做空机构呢，做空机构就开始给这个企业这只股票开空单，要做空。好，等到这个配股的信息一公布，对吧？好，这企业的股价就下跌他做空的人就赚钱了。据说这个做空机构赚了3个亿，然后这个券商这些人出卖这些信息提供这些信息，好像得了400-500万，就大概这么个事吧。廉政公署立马得到线索以后，立马就上门抓人，绝不惯着是抓人，不是什么立案调查。然后这个刘继鹏老师他就说了他你看咱们证监会也有稽查总队，对吧？证监会一发现问题就是立案调查，也抓不了人。他说这样的招数在我们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发生呢？证监会的这个廉政部门，他说香港的廉政部门有这个权利，但是证监会的这个部门就抓不了人。我们也有稽查总队我跟你说这个证监会有稽查总队，下面各个地方的这个证监局派出机构比如说这个北京市证监局或者上海证监局，那证监局下面也有稽查队。刘继鹏说我们也有稽查总队，也有稽查局，为什么就不能抓人？这个刘继鹏老师说的也对我倒不是觉得这个证监会有权利抓人因为它是个行政机构，它没权利抓人，对不对？那它行政机构下面稽查局、稽查总队，那也是行政机构凭啥抓人呢？但是对这种资本市场的这种违法犯罪，是不是应该由这个行政部门，对吧？他们直接参与，就像那个香港的叫什么廉政公署一样。香港的廉政公署它不光是针对这个资本市场，它是所有的，对吧？官场所有的这个叫公务员系统人家都可以查。刘继鹏的意思很简单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咱们这儿对这种违法犯罪都是证监会来查，证监会完了之后他也没有抓人的权利，他只能是立案调查，完了之后罚款，然后这看到有什么刑事犯罪有个线索，把这个线索移交给公安就完了。所以这个证监会它这个打击力度还是有限，证监会的打击力度有限，就导致我们这儿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此起彼伏，因为它的违法成本太低，对吧？最多就是罚款嘛，怕什么呢？对吧？我赚3个亿，罚我500万，罚我1000万，那不是叫罚酒三杯吗？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纵容但是如果把你抓去，对不对？坐牢那就完了，你就得掂量掂量了，对不对？你有命赚没命花，那都判你10几年。所以说我们对资本市场这种违法
反的打击力度非常有限，甚至都有点纵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你看证监会很忙啊，从年头抓到年尾，天天立案调查，一年罚款的几百亿，但是越罚越多，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人家美国证券委员会是吧，闲得没事干。所以说咱们这个资本市场啊，不仅不成熟，反而对吧，有很多的弊端，亟待完善。在它没有完善之前，你说作为一个韭菜把钱拿进去，你不是献爱心吗？对吧？这就接近于捐款啊。我们还要聊一聊胡一进老师啊，对吧？胡一进老师估计4000年以下，胡一进老师这个利润就差不多了啊，往下跌一跌，胡一进老师就不赚钱了。现在胡一进老师应该处在一个就是他这个浮盈急剧缩水的这么一个阶段。本来赚的钱啊，应该能买个几部好一点的照相机啊，现在我估计也只能买一部了。所以胡一进老师现在在网上啊，那是对这个他的老朋友伊朗那是极尽啊各种夸奖，各种这个大气，各种声援打 call。那对美国呢，对特朗普呢，那胡一进老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川黑了啊。胡一进老师啊，他对这个以色列啊在伊朗搞的这个暗杀，就是让领导先走啊，让这个精准啊点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些高官，胡一进老师啊坚定的认为这是叫算法暗杀。胡一进老师说啊，当这个拉尼贾尼的保镖、拉尼贾尼的儿子、拉尼贾尼的女儿、女婿，他们的手机信号啊汇聚到一起，这个就像咱们这叫什么？咱们口罩期间叫时空伴随者啊，我想起了这个概念啊，大家记得吧？胡一进老师认为啊，就这个拉尼贾尼，他的司机、他的秘书、保镖、女儿、儿子，还有他的什么副官，这些人有那么几个人的手机信号啊，成了这个时空伴随者。那么以色列那边根据这个就能判断拉尼贾尼肯定也在里面，位置就锁定了，然后导弹就呼啸而至。但是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导弹一呼啸而至之后，以色列就那么对吧肯定的说啊，拉尼贾尼死了？那个哈梅内伊也是对吧？哈梅内伊被炸以后啊，以色列人马上就收到了这个照片，内塔尼亚胡是吧？然后这个特朗普马上就对记者说我们得到的消息啊，哈梅内伊已经死了。那胡一进老师你怎么解释呢？这个总不是算法吧？所以胡一进老师他就为了自圆其说啊，他说那这个伊朗高层里面有那么1-2个间谍啊，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胡一进老师就认为这个啊以色列啊这个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高官的这种暗杀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不要怕。胡一进老师最后说啊，他说老胡相信这场战争之后，通过大数据和 AI 定位敌方高级官员的 AI 时代情报学一定会大行其道，方兴未艾。所以胡一进老师他跟那个正常人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搞宣传出身的，他得出结论都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认为正常人应该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既然现在战争啊这个形态发生变化，过去打仗小兵先死都是耗材，对吧？双方的老将没问题，双方的主帅也没问题，双方这个前线的将领对吧都很安全，小兵在前面送死。但是现在对吧，战争形态发生变化，没有什么前方后方，一打仗一旦交火，人家让领导先走。那么在这种态势下，这些领导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考虑还有没有打，有没有必要去打，是不是非打不可，那你就有死的可能，你先死。胡一进老师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呢？他就从什么啊？你看啊，通过大数据 AI 定位敌方高级官员 AI 时代情报学大行其道。这些好战分子以往对吧，那都是让别人家的儿子上前送死，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什么可怜无定河边骨啊，是吧？那都是小兵在前面送死。现在形势变了，小兵反而问题不大，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让战争啊回到了它原有的样子。谁提倡打仗对吧，先让谁走就完了，让那些好战的互相定点清楚。这还不算啊，胡一进老师啊，他马上就指出了特朗普已经失败了。这特朗普也不知道招谁惹谁了啊，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惹着了胡一进老师啊。胡一进老师现在已经啊下了结论，从4个方面啊论述特朗普全面失败，而且美国已经衰落。这个是胡一进老师啊今天上午发的一个微博，他说啊，伊朗战争无疑是特朗普最大的政治败笔，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启动了对美国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一次严重消耗。这场战争是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不是转折点的话，这胡一进老师啊已经给特朗普跟美国判了死刑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我首先啊我是不认可胡一进老师这说法的，因为我一看这个我就感觉胡一进老师是个大侄子，美吹对吧？他是隐藏的比较深的一个美吹大侄子。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美国就在衰落了，那你们现在什么你这今天对吧，这2026年你说美国走向衰落一个重要节点，
那和这前面30多年就没衰落是吗？所以这个胡锡进还是美吹啊，大侄子。对，反正从我接受教育开始，美国就在走下坡路啊，就在衰落，日益腐朽的、没落的，对吧？资本主义，我都记得呀，不是2026年才衰落，对吧？不是2026年跟伊朗打了一战才衰落。所以说胡锡进老师就是个美吹啊，典型的啊，你不要看到好像在批评美国，实际上他是在吹美国，对吧？人家已经衰落了30多年了，40年了，你还在说他刚衰落，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啊。我相信啊，受过正常教育的都不能认可。然后胡锡进老师啊，他说了4点理由啊。第一点理由就是美国的决策机制发生了严重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美国决策机制发生问题。他说特朗普并不真正想要这场战争，或者说对这场战争的目标犹豫模糊，整个美国更不想要这场战争。但特朗普被内塔尼亚胡轻松忽悠了，仓促开战。这时候胡锡进老师又化身成这个特朗普的肚子里的蛔虫。特朗普怎么想的他都知道。他知道特朗普是不想要这场战争，对吧？这是胡锡进老师自己推测的啊，或者是胡锡进老师叫什么白宫上书房行走，还是听窗师啊？然后啊，说对这场战争目标犹豫模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吧？那特朗普他对这个战争目标他也没说过，对不对？模糊犹豫，这只能说胡锡进老师他不知道而已。发动战争的人是知道的，人家不说而已，对吧？你胡锡进老师人家不说，胡锡进老师不知道，所以说他就说你啊目标犹豫模糊。然后胡锡进老师就说啊，整个美国更不想要这场战争。这个结论得了就有点唐突了啊。胡锡进老师已经习惯了代表这个，对吧？大国代表咱们，胡锡进老师喜欢代表咱们，这个是骨子里面的啊。一张口就把咱们代表了，完了这个一张口又把亚洲代表了，一张口又把地球代表了，这回一张口把美国代表了。他说整个美国不想要这场战争，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得出的结论啊，说美国不想要这场战争。然后他得出个结论啊，他说特朗普被内塔尼亚胡轻松忽悠了，仓促开战。这个胡锡进老师如果稍微有点这个记忆的话，有点常识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对伊朗就不客气，对吧？特朗普对伊朗强硬那是出名的，7、8年前就这样了，不是今天的吧？所以说这个被内塔尼亚胡给轻松忽悠了，这个当然这个是个人看法啊，胡锡进老师也可以这么认为。胡锡进老师说第二个，他说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受到盟友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普遍的反对和冷遇。特朗普要求盟友们共同加入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好几天了，竟没有一个主要盟友公开响应，他们或直接拒绝，或推诿搪塞。美国的国际动员力掉到了2战之后的历史低点，他被迫在霍尔木斯海峡孤军奋战。这个胡锡进老师看上去啊，好像写的挺客观的，实际上他只说其一，不说其二。这个你不能说美国衰落，历史上啊，哪怕2战以来，或者是2战前吧，美国和西方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胡锡进老师出于宣传的需要，对吧？动不动把美西方放在一起，美西方为什么把美西方捆在一起呢？因为这可能对印度的这个态度上面，美西方是一致的，所以说，他就喜欢这，对吧？这出口就是美西方，也就让世界久而久之啊，就大家认为美国和西方他们一样的一条裤子，实际上事实上真不是。所以这是胡锡进老师长期的宣传，自己进入了自己的误区。美国和西方发生分歧那多的是，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特朗普在对西方，就是对欧洲，他上台以后啊，他做的这些事情，那欧洲对他冷落，对吧？那完全合情合理啊。特朗普上来先是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个州，把加拿大也，对吧，得罪，然后也要格陵兰岛，把欧盟也给得罪了，然后这个停止支持乌克兰，对吧？要逼乌克兰投降，把欧洲又得罪了。你这回你在这个伊朗搞事情，人欧洲人说我不去掺和了，你自己玩吧，没毛病啊。何况历史上，对吧？这个美国和西方它并不是一直啊都绑在一起的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什么中东战争，他们西方啊，他的表态都不完全一致。所以胡锡进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啊，美国衰落了，这个恐怕也要失望了。胡锡进说第三个啊，是战争不打则已，打了就要明确目标，为实现它不惜代价。特朗普发动了战争，但要打到什么程度，怎么退出，完全说不清。美方炸了就跑，怕丢面子，捣毁伊朗政权，又根本没有大规模地面作战的决心。今天的美国想轻松胜利，空手套白狼，他们既失去了坚定清晰的战略思维，也不再有为实现目标义无反顾、不惧牺牲的强大意志。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一副患得患失、进退维谷的样子，这是大国衰落最典型的精神状态。按照胡锡进老师这个解读啊，那卢提辖拳打贞观
关西啊，标志着卢提辖的衰落。为什么呢？因为卢提辖打镇关西，他没有明确目标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卢提辖打镇关西没有明确目标啊？是要为那个金翠莲讨要那个银子吗？还是要解除那个金翠莲那个空白借条？他没有明确目标啊。这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那这对吧？你看，那你这镇关西啊，你这个卢提辖呀，首先第一个这就是失败。第二个呢，想说卢提辖啊轻松胜利也很难，为什么呢？对吧？你3拳才把他打死，旁边没有一个人帮你，是不是罗家？按照胡锡进老师说，那旁边没有一个人帮卢提辖，你是孤立啊，你的动员能力很差呀。完了之后你3拳打死的，对不对？你没有1拳打死，这个你说明啊，你这个能力不行。然后你看，你本来想轻松的对吧解决，结果你看你手上弄的血，衣服上也有血，血呼呲啦的，多埋汰呀，多不体面啊。胡锡进老师说啊，我看你这个卢提辖啊，骑在镇关西身上，一副患得患失、进退维谷的样子，这就是啊卢提辖最典型的精神状态。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这么一对比的话，发现特朗普还有点卢提辖的意思啊，没有明确目标，对吧？他没说我要干什么，实际上特朗普心里是有数的啊，他有目标，但是他不说啊，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这叫战略模糊啊。反过来你看看迪波老人就不一样，迪波老人也没有目标，迪波老人也是目标啊，他侵略乌克兰，他目标是啥？胡锡进老师从来不问的啊，胡锡进老师从来不问他俄爹，你打乌克兰目标是啥？迪波老人的目标从2022年2月24号到现在变了好多回了，什么去军事化，什么禁止加入北约，一大堆的，对吧？那目标多了去了。结果啊，迪波老人失误就失误在搞公投，自己把自己给卡住了，对吧？从胡锡进老师看来啊，实际上俄爹才是叫进退维谷、患得患失，想撤也撤不了。为什么呢？顿涅茨克还一大半被乌克兰守人呢，但是他公投，那顿涅茨克也已经是俄罗斯的了。俄爹才是叫进退维谷。说不好听一点呢，这个特朗普明天他就撤军，人家可以宣布胜利，对吧？特朗普说我的目标就是要这个把哈梅内伊送走啊，把他们核基地给炸掉，完了，对吧？军事设施炸掉就行了。胡锡进老师有什么脾气吗？特朗普自己也说了啊，他随时可以宣布胜利。第4个啊，胡锡进老师说，美国的硬力量，我指的是战争中火力对付伊朗这样的中等敌人，严重捉襟见肘。现在刚打了不到3个星期，部署在其他地区的力量不断在往中东调遣，精准弹药的快速消耗引来大量担忧。美国火力的最大强度一直被世界高估，但这一次露馅了。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从哪儿得出这么个结论啊？这个美国的 GBU 什么钻地弹，你看就像那个下雨一样的在往这个伊朗扔，调兵遣将，难道就代表他实力不行吗？说来说去啊，就是卢提辖啊，没有1拳打死镇关西，那你就是失败，对吧？你还3拳打死的，那说明你是体力不行啊，爆发力不行啊，硬力量不行。最后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美国经济竞争力严重下降，只能通过战争手段弥补经济工具的短缺，给千疮百孔的霸权打补丁。而这种做法不仅高风险，而且会搞成恶性循环，让美国的经济上越来越慵懒，利益开拓越来越依赖战争和地缘政治手段。美国已经在做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完全就是戴着眼罩在说话啊。为什么说戴着眼罩在说话呢？你当今世界这什么人工智能，对吧？这哪个东西它不是美国在搞啊？哪个东西不是美国在引领世界啊？怎么叫美国靠战争发财呢？美国的利益不是靠苹果吗？靠英伟达，靠微软，靠谷歌，靠它七枝花全球赚钱。怎么到了胡锡进老师这儿就变成美国是依赖战争赚钱呢？我记得胡锡进老师前2年还说美国啊深陷阿富汗战争泥塘，对吧？花了1万亿美元还怎么着的？美国打阿富汗赚钱了吗？美国打伊拉克赚钱吗？大国衰落是个渐进过程，不会是断崖式的。但伊朗战争最终将把美国的综合竞争和影响力再往下拉一截。这个我跟你说啊，千不该万不该啊！这个特朗普啊，就是失算在这儿，他不该一开战，对吧？就把这个哈梅内伊送走了，这个一下招惹到了胡锡进了。所以胡锡进老师啊，这个叫为了黑美国而黑美国，就是典型的为了黑而黑啊，为了衰败而衰败。也就是在胡锡进老师的这个字典里面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帝啊在走下坡路，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美国的下坡路啊。无论事实如何，美国必须衰落，特朗普必须是败笔。所以为了这个预设结论啊，那胡锡进老师他就可以随意切换立场，去找材料，偷换概念，逢美必反，逢美必黑，逢美必衰啊，走到了一个极端。胡锡进老师啊，为了宣传啊，他可以把卢提辖拳打镇关西啊，把他黑成卢提辖全体力不支。胡锡进老师如果他能冷静的啊，把美国和他俄爹对比一下，他就能得出什么答案？哎，哪个是真正的在走下坡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对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